天恩客家合唱团愿散播爱与希望的歌声，一同与会众分享生命的真善美圣。今天，客家合唱团要为我们带来的两首曲目，分别是客语《兄弟拼奶奶木杂》，上帝是我的日子，以及华语《日光之下》。我们邀请天恩客家合唱团为我们演出。